的时候了。在这次呢，我们一样一起先用一首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赞美的孩子最喜乐》。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喽！各位同学，唱完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觉得心情也跟着快乐起来了呢？在上一周，我们一起学到了一个圣经里面跟瘟疫有关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呢？是巴兰的故事，对不对？那今天雅茹传道一样要再来分享第二个跟瘟疫有关的故事哦。那我们在讲故事前，我们一样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敬拜，求你帮助我们一起学习在圣经故事中你给我们的智慧，还有信息。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它的主角是大卫王。大家有没有觉得大卫王这个名字很熟悉呢？没错，就是那个在年轻的时候就用小小的个子去抵抗巨人歌利亚的那个大卫王。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卫王呢，不是在他小时候，是在他已经变成国王，然后国事太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国家里面也发生了瘟疫哦，而且这次的瘟疫呢，总共死了7万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今天的故事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在这里面呢，大卫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小的大卫了，他已经是广大土地的一国之君。哦，他那个时候国泰民安，国势非常的强盛。好，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生瘟疫呢？原来是这样的，有一天，当大卫王他看着他的国家非常平安强盛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想法，他觉得说，我今天要来数数看，我的国家里面有多少强壮的士兵，有多少人民，
他觉得这样很好，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部下大将军约押，他说：“嘿，你去帮我数调查国家这个时候有多少的士兵还有人口。”结果这个时候，约押听到国王竟然下了这个政策的命令的时候，他就劝国王说：“大卫王啊，我们的国家有多少人民？这一定是上帝祝福给我们的，而且他必定会让我们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国王，你何必要这样去算你有多少的人民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来劝国王不用执行这个政策的军官，可能不是只有约押一个，可能有很多的军人，他们都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件的事情。但是这次大卫王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觉得不行，我就是想要算，我就是想要算这个时候我的国家这么厉害的国家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人口还有士兵。所以这些官员呢，这些官长呢，他们虽然心里觉得这个政策不是很好，但还是分配好，花了9个月又20天的时间，把整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调查了一遍，然后发现他们国家里面总共有130万的士兵是能够作战的。哇，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难怪这些士兵的长官们会不想要做，因为花了好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虽然自己的生活好像很富足、很满足、很平安，但是呢，我们就是想要去算算看自己有什么东西。比方说，我们可能会花1个下午的时间来算算看，哇，我有几只布偶，嘿，我的妹妹有几只布偶。雅茹传道小时候就很喜欢这样子。还有，我的零用钱现在存了多少？哈哈，比别人多，比我的妹妹多，就觉得很开心。或是我们也会喜欢算自己有几支自己喜欢的笔。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和我的亲戚家的弟弟妹妹们一起玩，结果呢，阿公阿嬷有一次就来开玩笑的问说：“嘿，你们在学校有没有人喜欢你们呢？”结果我其中一个弟弟就说：“我有3个女朋友。”结果没想到另外一个弟弟他也不甘示弱，他就说：“我有5个女朋友。”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比来比去。所以有的时候人真的很奇怪，虽然呢自己的生活好好的，但是好像就是喜欢算自己有什么东西，那这样子好像让我们觉得更安全、更厉害，或是有的时候我们比别人多一点，赢过人家，我们就觉得好像感觉很好。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写大卫王的心情是怎么样，但是他今天也很喜欢坚持要数他有多少个人民还有士兵哦。结果没想到，当这些官长还在调查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圣灵提醒了大卫王的心，他忽然感觉到，哇，他这样子来想一些事情错了，他好像得罪耶和华了，因为他的心思意念是不合宜的，所以他赶快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求上帝来原谅他。他这样讲之后，上帝也马上派了一个先知，叫做迦得，去把上帝的话跟大卫王说。迦得就跑去跟大卫王说啊，的确你这样做是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先知就提出了3个方案，他说来，3个惩罚让你选。第一个，你要让国家遭遇7年的旱灾。还是第2个，你要让敌人追杀3个月；还是第3个，你要让整个国家有3天的瘟疫呢？哇，这个时候大卫王他想了一想，他忽然有一个感动，他跟上帝说：“
上帝啊，我不知道怎么选，但是因为你是大有怜悯的神，所以呢，就把我这次的过犯交在你手里吧。所以大卫他没有选择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把这个惩罚选择的权利交给上帝，因为上帝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他让上帝来帮他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惩罚他。结果呢，上帝选择了第三个，就是国家里面全国上下有3天的瘟疫。所以在这次的瘟疫里面，从北到南，总共死了7万的人。很难过，对不对？因为一个错误的决策，本来要算有多少人，结果反而整个国家少了7万的人。但是呢，上帝虽然需要来惩罚国王犯下的一个错误，他还是很有怜悯的心肠的。他在第2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当这个瘟疫的病毒快要入侵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的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病毒快要入侵台北的时候，上帝怜悯了，他让瘟疫停住了，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中枢的运转。所以上帝有这样怜悯的心。那大卫王呢，他那个时候也就感觉到自己很难过，所以他一定要来跟上帝和好，来恢复关系。所以他就去了他国家里面一个有很广大的土地的人，叫做亚劳拿那边，跟他买了一大块的土地，还有几头牛，在那边献祭祷告，来跟耶和华说对不起。所以呢，当这个国王大卫王在那边献祭祷告完之后，整个国家的瘟疫就完全停住了，上帝也不再继续惩罚整个国家的人民。好，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年轻时的大卫，他在苦难困乏的时候是很依靠耶和华的，但是当他丰富富足，甚至有很多兵力的时候，他开始想要算说，我有多少东西，是不是比别人厉害？他把自己的安全感开始建立在他有多少的力量上面，甚至不惜劳师动众，用一个没有必要的政策，让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心力，导致瘟疫最后在整个国家爆发开来。虽然如此，上帝还是很怜悯的，用圣灵来提醒大卫的心要悔改，而上帝就没有照原本的惩罚那么严厉的来对待这个国家。今天这个跟瘟疫有关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说瘟疫，但是事实上，它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影响力，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被骄傲还有想比较的一种心情来控制住了。因为我们的安全不是在于我们拥有多少东西，而是在于那个赏赐给我们的耶和华。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拥有的东西上，甚至是我们拥有的影响力上，做合宜的决定，不至于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的良心在上帝面前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谦卑、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的大卫王一样，说：主啊，你是丰盛有怜悯的，我把我的罪恶还有过犯都交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心意来待我。相信上帝会用他的怜悯与慈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弥补学习的方式。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大卫王有越来越多的财物影响力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反而害了他的国家，让他的人民非常的辛苦。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在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丰盛的时候，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不自满，而且快乐的来享受它，仍然是依靠你，而不是依靠我们所拥有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你的赏赐。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拜拜，我们下周见。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仍然一起奉献。我们可以把每周所预备的这一点点的金钱，在疫情结束之后拿来教会，然后跟上帝说，这是我们每一周预备给他的，表示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也献上我们微薄的心意来谢谢他。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了生命、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是你的恩典所赐下的。现在我们愿意奉献一些金钱，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